转封神的试灯秀。那我们倒数3、2、1，请开灯。 好的，现场我们所有的贵宾朋友们，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现在各位在荧幕上所看到的，就是我们东区主场，我们东区主灯秀的试灯哦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呢，这就是我们的展封神，充满了我们的台湾味。那么呢，今天透过荧幕让大家抢先看，也记得在2月8号到2月16号，各位一定呢要到现场来一睹为快哦。我们倒数到1的时候。 就要一起来叫醒我们的大白猫，一起来玩躲猫猫喽！现在我们准备好，一起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。 Thank you.